咁我哋一齊玩多鋪 Extreme 啊！好，照舊由九睇起，咁啊，俾我已經睄到呢度可以減走呢兩個九啦。OK，咁啊九啊見唔到其他嘢啦，咁啊去八，八同一樣，呢度減走呢兩個八，跟住有個單丁八，直入答案。咁啊冇其他啦，咁啊到七，七單丁七，咁啊七六六六咧，呢度係咁樣揀走呢兩個六，咁啊五嗱講少少。咁啊，呢個就唔係 X ring 咧，因為呢度有個六啊嘛。如果呢度冇個六咧，呢個撳錯掣。咁啊，咦冇咗呢個六嘅，呢度本身有六，係啦。咁啊，所以而家唔係啦。如果係嘅話，就可以減走呢個，但係而家唔係，所以冇得減。咁啊，五啦，四啦，三啦，三可以。呢一個拉落嚟，全部嘅三都唔要。我覺得好鬼犀利嘅呢啲咁嘅叫一劍指落去，全部三就冇晒啦。咁啊一樣啦，二咧就呢度呢個位指過去，全部二都冇晒，二冇晒。啊呢度都係啦，上下指冇晒。好似一個炸彈咁啊，放落嚟一個直線炸彈。冇啦，啊一又係啊，又係冇嘅，全部都係一，九個一都未出現啊。咁啊，翻返去又睇翻個九啦，九八七。嗱，我可能會睇漏噶，重新一次。特別而家想嘗試下講多少少我點睇到咧，有機會慢睇，咁啊更易漏。感覺咧就冇晒嘢啦。咁啊冇晒嘢，我哋就逐個 row，逐個 column，逐個睇下有冇啲咩特別可以減到啦。譬如你要揾啲 matching pair 啊、triple 啊或者其他嘢啊咁樣咯。咁啊嗱，148、148就冇啦，1348呢度第二個 row 都冇啦，1348、1348冇嘅，137、1237冇啊，134、134、7347咁仲有冇啊？冇喎，15、123、123冇啦，1358、123呢啲咁多通常冇，14、134呢啲更加唔會啦。咁啊，最後打 column 啦，12、135、135、1357、13558冇喎，148、134、1冇噃，123、123、134、冇啦，1234、1349啊，冇噃，146、12347呢啲都我唔覺有啊嚇，可能我睇漏㗎，不過134、137好難睇嘅，咁多數字的而且確係，即係玩減去法嘅唔好處就係咁嘅，124你要不斷喺度減佢咧，其實係有啲難搞嘅。咁啊有好有唔好咯，1367我睇唔到啊，睇唔到咧就逐個 box 睇下啦。
1234146146頭先其實睇嘅時候立個都我感覺冇啊，不過可能我睇漏，譬如1341347冇，真係冇1361367都係冇124512341245135呢度好似係咪有啊？嗱124575個數字12345個數字咁冇咯1345578冇5個數字，佢都係得6個格啫嘛。1234135冇咧，我就會去揾 hidden 嘅 matching pair 嘗試。譬如點揾咧，就係揾啲咁樣啦，得兩個可能性嘅時候咧，再睇下佢會唔會有另外一組都係兩個可能性。即係譬如如果兩個9咁，會唔會可能都係得返兩個7啊，兩個5啊？咁睇嚟就冇啦。咦？我睇漏咗樣嘢喎，原來呢度呢個呢個可以懟上去噶嘛？咁即係呢個係9，睇漏咗。咁啊，撳個9出嚟先。咁就繼續，我哋睇下會唔會望到個咩 hidden 嘅嘢啊 ？hidden 嘅嘢冇喎，8咧就譬如呢個位啦，咁兩個8，但我又見唔到有其他啦。呢個8咧，即係譬如兩個4，得兩個4，但係唔係啊嘛，所以你唔係咯。你唔係得兩個1，其他都有1嘅可能性，咁咪唔係咯。咁我覺得都係冇嘅。7咧，呢度7呢度啦，咁都係冇咯。6，有個單丁6喎，可以填咗佢。呢度咁樣啦。咁咧就睄到個 triple 啦，17137咁可以減晒呢度嘅137，即係呢度呢兩個啦，3啦同7都可以減，出咗個單丁2出嚟。咁跟住就出到個單丁8啦。咁啊，繼續好。咁咧，你見到咧，呢個咧就係呢個 row 嘅單丁5啦，可以直出答案。OK，咁啊清晒清唔晒，咁啊睄到呢度咧有個單丁1，第一個1啦，我哋出到，咁啊亦都睄到有個單丁3，然後又睄到有個單丁2啊，咁跟住呢個就係7啦嚇，2啦7啦，圓到一個 box 啊，跟住亦都撳翻 pair 數先，見到1414，即係 matching pair，我哋可以減走依兩個嘅14，咁啊變咗6969咯。如果你有留意到嘅話，我咁樣玩啦，呢個14，呢個14，咁啊成個 column 咧就處理咗啦，又係14146969冇得搞噶啦。咁啊跟住咧 column 呢個 column 咧就1313。咁所以可以減走依度嘅1313，咁啊撳翻呢個字，呢個減13咯，呢個減1，
咁你出到個8同埋出到個2啦。呢個係8，呢個係2。咁啊又完咗行啊，未喎，1313哦，1313咧，其實咧仲可以減埋呢一個嘅1，咁啊，所以變相呢一個位咧就係4咯。咁你會見到呢度有個1啦。咁跟住就繼續周圍睇下嘢先，係嘛？嗱，咁頭先咧呢個 triple 咧，呢一個 triple 137咧係可以減埋呢一個 box 嘅137咯。咁我哋減咗佢先，1就冇，3就有2粒，7就冇啦。咁減咗之後咧，你就見到有個單丁嘅 row 6嘅3啦，咁可以做咗佢啦。然後咧，你做完之後咧，就會發覺依度有個打直嘅 column 嘅14、147、17，即係 triple 啦。咁咧，我哋都可以減晒依兩格嘅所有嘅147。4就冇7，咁啊出咗個9啦。9 9 9 OK。咁咧，你咧就會見到，譬如依啲位咧，就又係清七七八八啦，triple 啊，matching pair 啊，呢個又係 triple 啊，呢個就係 matching pair 啊，咁樣依啲9宮格都唔使玩噶啦，冇晒人咁啊，即等咯，有冇啲嘢再 clear 咁？呢度見到6啦，然後隔離有個4啦，再隔離有個8啦。跟住後邊有個5，咁啊5啊清到啦。咁你見到有個單丁4啦，單丁4咁啊好。又再周圍睇下啦，咁啊又見到個1喺度啦。然後咧數落見到個7，因為呢個係4啦，咁啊7，跟住攞埋個線，然後。OK，咁啊，so far 亦都係冇用咩踢裂嘅，係嘛？都係 triple 咯，matching pair 咯。其實依小心咁樣睇咧，你好快就會開到局，然後又去到中間咯。其實係冇乜特別大技巧喎。你而家逐個望下先，有冇啲嘢可以就咁睇到去減？睇唔到咧，我哋嗱而家咧剩翻嘅嗰啲9宮格啊，第一個、第二個冇嘢減到噶啦，triple matching pair 齊晒。咁啊依個啦，依個有啲嘢可能係咪可以減下？因為咁多嘅，咁多數字啊，2、3、3、4、2、3、8 row 冇得減。column 都唔識，好似冇得減咁啦。咁啊1、2、3、1、2、3冇得減啦，1、3、6、9呢啲冇得減噶啦。咁啊又係啦，呢個 box 好似都幾多嘢喎。2、3、8、2、3、8、2、3咁啊有得減啦。呢個係 triple 啊嘛，可以減就呢兩個嘅2、3、8。咁啊 OK，即係咁樣啦。2、3，所以咧又得返4、9、4、9就係一個 matching pair 啦。咁啊，本身4、9、4、9可以，本身4、9、4、9咧係可以減就依一度嘅4、9，但係而家冇啦，所以就冇得減，因為佢已經冇得減啦。咁啊，繼續周圍望下啦。2、3呢度冇啦。1、2、1、2、3，我唔覺呢度有得減。咁啊，逐個 row 睇下啦。1、3、6、9、4、9、1、3、6，感覺冇啊，可能睇漏㗎。1、3、1、3、4、1、2、3，感覺冇，呢個冇啦。
呢度冇嘅。34238 4828。如果有人要試呢，就應該要試呢個 wall 咯，因為佢哋4個數字都好黐住啊。3423238，我唔覺有咩可以減咯噃。咁啊，最後又再望多次啦。頭先好似減走咗啲嘢啊嘛。咁啊，睇下有冇啲乜嘢可以出到嚟啦。3、2、1。OK，係見唔到嘅。咁就我哋望一望先。呢個2呢，好似有啲嘢可以做下喎。但係我再睇多睇啊。2睇下有冇啲 hidden 嘅 matching pair 先。減走埋啲 hidden matching pair 呢，就會其實有啲嘢未做完啊。呢兩個3呢，其實係得呢行得呢個兩個3啫嘛，所以其實可以減走呢兩個3咯。咁所以我可以減走呢兩個3。OK，好。OK， 16 126，冇乜特別。咁啊，繼續去 hidden matching pair 係冇嘅。4啦，4949 3，冇衝動，都冇乜特別啦。呢啲全部都係係啦，全部都冇乜特別。6冇啦，7嗱7呢啲咧冇得減㗎啦，呢啲唔記得咗叫咩學名啊，但係冇得減。咁啊8、9，好啦，我覺得都其實係冇乜得減㗎啦。31，冇啊，其實係冇得減。嗱，其實呢個23呢個23，跟住呢個2388咁樣呢，再加呢個23呢，其實係應該有啲嘢做下。唔知咩 rectangle 啦，但係唔理啦，係有個學名啊，但係我都可以不理。我反而想做一做個2啊，即係頭先嗰個呢，其實可以即刻減到啲數字嘅2323，不過我唔識啊，咁所以唔理啦。咁啊，試下做個2啊，不如，因為2呢，我睇嚟好似啦，一係呢個2，一係就呢個2係咪？一係呢個2就可以減走到。OK， 可以減走到呢個同呢個2，咁即係至少呢兩個2我哋可以取消埋佢先，因為佢哋呢兩個 scenario 都唔會係2啊，所以我減走咗呢兩個2先。咁所以呢，出到個3，減咗個2之後出到個3，咁啊出到個4啦。4完咗，OK， 咁啊見到個9就做埋啦，撳錯掣，出到個6，咁啊做到個6啦，出到個1，咁啊做埋個1，出到個7。做埋個7，咁啊你見到好多空咯，咁我唔再圈啦，好嘛？我就咁填埋佢啦。咁啊應該完晒咯噃，係啦 ，auto complete， 係啦，咁啊有一個 perfect win。今次啊慢慢做，咁希望
即係俾到大家睇到我點樣去叫做完成到咯。佢哋都係去到最後，你見我揾到個4出嚟，就係咪4啊？好似係嗬。咁就刷一刷就即刻刷到個單丁3咯。所以其實就唔難咯。你由起局去到中間揾到最難嗰個結，其實都係講緊 triple 啊、matching pair 啊，跟住再小心揾啊，咁樣就揾到晒咯。咁啊，即係咁樣就可以完成到個 extreme 咯。好，今日去到呢度，就係咯，再講多句啦，就係其實我都係識啲基本知識嘅啫，係有啲我見到係應該有啲technique 喺度嘅，即係譬如咩 rectangle 嗰啲咧，或者用 train 咁樣啦。咁但係我係識唔晒嘅，我亦都覺得係唔需要嘅。其實可以簡簡單單識到少少，你嘅基本功做得好咧，你都可以好好咁享受到同埋解決到啲數獨困難咯。好，下次再玩。